大家好，我係小珍妮。我喺澳門嘅美業咧都有40年啦。今日咧同大家講下八卦嘢，披露一下聽到我哋嘅客人分享佢哋喺第啲美容院中伏嘅經歷。手法一，佢哋會用超平嘅價錢或者試做價去引客人入店。去到店嘅時候咧，佢會游說佢買好大額嘅療程，或者用卡去分期。講一個笑話，曾經有客人體驗價去做呢個翼嘅，脫咗一邊咧，如果脫埋嗰邊咧，就要開療程㗎啦。手法二，乜嘢都話得，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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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話得。但皮膚嘅改善咧唔係一日嘅事，美容咧唔係變魔術喎。手法三，利用明星嘅效應去吸引顧客。令到顧客認為佢用咗呢啲療程咧，就好似明星咁靚咁完美啦。錯啦，再來。其實咧，澳門人開嘅美容小店都好自律嘅，老老實實、默默耕耘，做好自己嘅本分。以上咧，我哋講嘅中伏現象咧，只不過係一小部分嘅害群之馬啫。我係小珍妮，今日我分享到呢度，大家俾個心心我啦，拜拜。